大家好，我係靚正，繼續城中度假。今次嚟到翡翠希爾頓，明堂方正，由前台一直入到大堂吧，中間一條柱都冇，只有標誌性嘅觀廊，樓底又夠高，加埋天花板全透玻璃，採光勁好啊！行入嚟就有種豁然開朗嘅感覺。今次住喺親子套房，滑梯、帳篷、飛行棋、地墊乜都有，成間房好似個小型遊樂場咁，係咪好得意呢？仲貼心準備好晒 BB 嘅梳洗用品。喺陽台咧就望到咁靚嘅泳池，果斷換衫啦，水質好好，仲有唔少得意嘅水泡，小朋友超級開心啊！特定嘅時間咧仲有泡泡玩添，記得影多2張唯美風啊！酒店最近仲新開咗個兒童俱樂部，波波池、滑梯、小廚房有齊，一啲裝修味都冇，爸爸媽媽可以放心解放雙手啦！自助餐出品同樣驚喜，燒烤啤酒節主題好啱呢個天氣啊！大人就飲啖冰凍嘅啤酒，小朋友咧就飲果汁啦。食住野味香口嘅燒烤，仲有琳琅滿目嘅海鮮，品種多到引發選擇困難症嘅甜品，3、5知己樂也融融，食得幾開心。今次仲安排咗少少消防員課程，有專業老師指導，喺模擬濃煙環境，了解點樣逃生，點樣用消防器材等等。體驗後仲有張沙紙添，好威水㗎！通透大氣 ，BB 設施又有齊，好啱一家大細暑假嚟 hea 啊！仲有啊，酒店好近寶能，睇演唱會住呢度夠方便，又打卡一個又靚又正嘅好地方。